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我演的就是那个什么辉，挺像的呀。是我，是。冯冯，老杨父，我就想让大家开开心心的，我就是想保住这家店。哦，来尝尝我们的招牌菜吧。我也不是一个纠结的人，我就是想保住这家店。皇上，请用膳。皇上，奴婢求求你了，你就吃点儿吧，皇上。你们难道真把朕当3岁小孩一样哄吗？看朕的杀手锏！芳芳，我现在这边的情况10万火急，你赶紧过来救场吧！姐，我都快被整死了。还有这孩子已经1天都没有吃饭了，他现在一定是缺水、缺钙又缺锌。你们几个大活人都拿他没有办法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哎，芳芳，你就看在小朋友的份上，赶紧过来吧。实在不行，柳儿过来也行啊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姐姐，你别拿那么远，我听不见了。人姐，我告诉你，别为了你的心上人把冯冯推入虎口，他是不会去的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说皇上龙体欠安，柳儿担待不起，就说皇上还是个孩子。姐姐，柳儿求你了，我不想管了，我管不了啊。姐姐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去。皇上，快点放开我，快点放开我！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我去。冯冯，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你们什么，真是烦死我了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柳儿。你照顾好福生。我自己去。可是我不放心你啊。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现在跟他就是陌生人对陌生人，他要是敢对我怎么样，我也不会手软的。李欢要是妖魔鬼怪，我就是头号捉妖师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大婶儿，出来吧。谁让你来的？
静静叫的外卖，柳儿又放心不下小皇帝，又走不开，就让我多做了一些送过来。喏，哎，这些都是他最爱吃的，记住了，青菜里加6滴醋，白饭要一半热一半冷，还有猪肉只吃肥，鱼肉不吃腩。然后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你说这么多我记不住，进去自己说去。来，说完了，赶紧走人。多1秒我都不想待。还有，你这副尊容，真恶心。别笑。哎，妖女，你来啦！谢谢你啊，我从老妖妇晋升为妖女了。不客气。天哪！妖女，真对你的好感提升了那么一点点吧？我看你啊，是闻着好吃的了吧？啊，真香啊！妖女，你来了就好。他们这帮人都是神经病，我觉得连父皇也都疯了。哎，你在说我吗？嗯，夸张，有那么好吃吗？我才不吃不干净的东西。哼，童言无忌，元宵宁愿吃我这个不干不净的，也不要吃某些人那些干干净净的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赶紧抓紧时间吃，别浪费了别人的时间。皇上，嗯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呀，满足了吗？满足啦。那天色也不早了，妖女要告辞喽。不要，这命令你留下来陪我玩躲猫猫。你们两个扮演拓跋亮，负责抓我，看你们俩谁能赢。拜拜，我先走了。不要吧！一个人玩分不出胜负，留下来吧。你该不会是怕输给我吧？你谁呀你开始了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藏好了吗？我们来找你喽。皇上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发现你了。他不在这儿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真的很输不起。我先发现的，我一定能。不准进去！让开！哎呀，你们俩倒是玩的挺开心哈。我呢？我在里面快要被你们俩憋死了。哎，真不玩了。那你不玩了，我也不玩了，我回家。哎呀，妖女，这没说要睡觉，咱们去画画吧。不要，我回家了。不要，我要回家吧。走啦走啦，咱们画画去啦。对不起，您所拨叫的用户无人接听。哎，去哪儿啊？都残成这样了，还要出去吓人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暴君家里帮冯峰吗？你的逆向思维呢？脑子坏掉了？让冯峰去救场，就等于变相的让我换班。我也是人，我也需要吃饭、睡觉、打豆豆，我都被折磨1天了。还有，
人家冯冯自己都不担心，再说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你一天到晚瞎操什么心呢？不是有病吗？还真把自己当冯冯男朋友了。什么叫当做？我就是。Holy shit！ 不可能！怎么了？羡慕嫉妒恨呢？就算冯冯不要李欢了，他也不至于品味直线下降这么多吧？我可接受不了。疼，轻点儿。这个不能告诉你。你告诉我嘛，告诉我。这么神奇啊？那你教教我，我也要学。教我。笑，有那么好笑？大哥，牛啊，得冯冯者得天下，比老子牛大了，比我牛，跟我牛宝宝差不多牛。牛女。啊，你到底怎么受的伤啊？还不是你那个无聊老板。你有证据吗？你看见打你的人长什么样了吗？我，怎么，你要替他洗白啊？到底有没有？我看到他的车开过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你呀就是心理作用，瞎猜猜。我告诉你，我也在车上。你也在？所以啊，等你搞清楚状况再说，别老是空口无凭。可是，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哼哼，就你这张嘴，不知道得罪过多少人，有多少仇家，自己还感觉良好呢。哼，照你这么说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千800回了？啊！干嘛？疼死你！没素质！就在这时，小公主突然被一个人抓住手，这人竟没有脸，这人是无脸妖怪。有那么可怕吗？让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在家过夜，成何体统？哎，不是为了柳儿，我才不稀罕来这不三不四的地方呢。哎，这么委屈就别来好了。你下次求我，我都不给你开门。哎，你……哎，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给妖女开门。你别哭了，我会来陪你的啊。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呢？你应该说，不许打我饭店的主意，否则我就不来。你别打我！别装了，我都听见了，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好，我考虑一下。你也别装了，还考虑一下，你才不会管我们的死活呢。你还要道歉，你个被打的小白脸！我为什么要道歉啊？我又没做错事儿。你还真是恬不知耻啊！走了。哎，妖女，这么晚了，你就不怕无脸妖怪吗？你够了啊！我不怕，不怕。妖女，你别走，妖女。你笑吧。要是这妖女真的被无脸妖怪吃了，这也不活了。哎，臭死了！你立马给我回去睡觉。哼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宝宝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你男朋友担心你，非要来。说什么呢？可以，什么时候把他给收了，也凭什么你收？什么跟什么呀？走了。等等我。男朋友？谁？是我。你走路没声啊，吓死我了你！你才厉害呢，跟了冯峰一路都没被发现。你小魔头睡了吗？是啊，被叶波哄睡着了。但是真的很奇怪啊，他很听峰峰的话。这小子小虽小，但是继承了我的聪明才智。是，他见到了冯峰，目的达到了，也就罢手了。是。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我上次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啊，我看监控了，的确是有人入侵。他身手十分敏捷，所以拍得很模糊，没有拍到他袭击黄辉。但是看他的架势，一定是个高手。高手？我们最近在生意场上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老大，你别逗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雇杀手去解决问题啊？最近的事情真的很奇怪啊，凭空多出个儿子，还有叫我大哥的浮生，还有你刚才说的高手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？有道理，老大你放心，我马上去查。但是元宵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得先想起元宵的妈妈是谁。对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最好不要骗我。不会。回去睡觉吧，折腾一天了。哎，走。哎，你这个傻子，那块大石头砸这么近的人你都砸不到。啊，这个我拿手，我来帮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不是我怕你，我是怕你损害我完美健美的肉体。别说话了。李欢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啊，他现在也自身难保，哪有心情来管我呀？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现在小皇帝是他的克星，不过只要他不虐待小皇帝，柳儿就可以安心了。冯峰，我觉得黄辉被打的事情，你真的误会我老板了。我刚才还跟他说呢，能不能不要提他呀？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啊？冯峰都累了一天了，哎，你赶紧回家，我送冯峰回去就行了。想赶走我啊？没门！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啊！哎呀，好啦，黄辉，你今天也为了我折腾来折腾去的，我真挺过意不去。要不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没事儿，有静静陪我呢，你放心好了。好吧。那你们俩注意安全。走啦。拜拜。拜。芳芳，芳芳，你和黄辉还真的呀？那你和我老板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喜欢扭扭捏捏的，我心里都是明白的。但是呢，等到我真有那么一天的时候，你要帮我好好照顾他。我跟离婚之间，好像总隔着一个人。或许我们注定有缘无分，还是这个美丽的误会。
是上天安排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今天可不可以不要说这个啊？我真的好累啊！好好好，不说不说，走，回家睡觉觉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是妖术？太有意思了。妙芝。